乡亲朋友，大家好，下晝3:36，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氣來了》，我係劉慧珍。來到8月了，好空氣來報道嘅單元啦，同所有嘅鄉親朋友，共下來關心到呢個空氣嘅話題哦。講到呢個四季養生，提升呢個就季節嘅轉變天氣嘅變化，產生出來嘅一種養生嘅經驗嘅哦。那講鄉親朋友要來注意到呢個四季嘅節氣哦，應該啲呢下嘅節氣已經來到呢個降七嚟哦。呀，春天呢是係萬物生長發育嘅呢個季節，漢語嘅養生觀點同呢個風險保健呢度，按樣去做，將是嚟為呢個幾年土嘅空間打落好嘅基礎咯。到眼見邊有佢哋現場同關係哦，搶到中醫師、好醫師哦，總之叫中醫師來讓大家來分享到呢個春天嘅養生。到眼先來分享中醫師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又到了你哋春天時，大家養生嘛，因為你中醫講吼，你係春天時嘅陽氣要發起來吼，所以咧利用春天時嘅養生哦，阮你身體陽氣吼充足吼，最重要啦，所以他這個模仿起了。春天的養生咯，古時候人家春天嘅一個養生就一定重要嘅嘢哦，人家寒天然後照顧好一個腰；那秋天要照顧好人嘅氣；那熱天要照顧好一個心嘅部分。到日春天就係乾嘅嗬。講到一個春天要用乾嚇，因為到春天嘅時節，要來照顧好人嘅乾嘅部分。你要中醫嘅觀念來看嚟講嗬。你季節來講，春天時是乾啦，乾嘅氣較旺啦。那乾呢，唔係講，你中醫講嘅乾啊，除咗講你下醫學講嘅個乾瘡以外哦，佢包括你神經、腦，統統嘅乾嘅中醫嘅乾嘅素材。古時一般來講，漢醫啊就會提講特質季節咯，愛來照顧好嘅部分係冇乜強樣嘅。唔過咧，你雖然講到有名詞啊，係講乾啊，一係乾就包含到一個神經嘅部分，還有腦嘅部分，還有就係老師講嘅乾嘅強樣。古時漢醫嘅乾要分做30部分，或者30部分好嚟做一個調養咯，古時候因為春天留一個部分來照顧好來，也自己特別去照顧嘅原因，就係一個部分來照顧到樣嘅咯。因為你中醫講你春天我聽人講過嘅陽氣會發起來。你講到啲春天嘅時節，當到經過寒天過後，當到差不多一時節，佢就慢慢地成長起來。萬物是春天時就開始旺起來了，所以你利用春天時嘅養生，讓你身體旺起來哦。因為你身體來講嘅創來講是乾嘛。所以利用時節然後乾來綜合佢氣較旺，對你幾年的身體就較好啊。古時候個春天嘅時節乾啊，係講較旺到嘅，對人身體嘅空間就會較好到嘅咯。也就講到用為對個春天嘅時節，然後貼起來照顧好你嘅乾咯。頭先咪提到乾分到30部分神經，還有腦部，還個就係大家所啲嘅乾咧。講到都當到嘅朋友就是一下嘅一個生活習慣啊，即可能留頭膏較冇漂亮，頭膏都講就算是台灣講日頭出來就出嚟做些咩一個團務嘅就狀況下就休息歇困咧，一下嘅人佢嘅生活習慣真是做上當到就係會變做講也要當到惡嘢，一個習慣，比如講咧，一下超過12點半夜12點過後，將來所以可能當到有啲人可能會到天光，有時就有一張名詞按照一個爆肝咧爆肝所以就幾乜意思啊？爆肝嘅意思講你嘅能量超過使用啦，所以你身體本來按有能量，按有陽氣，你要用超過度用過度以後你嘅分量，你嘅身體嘅能量陽氣是冇脫嘅，冇脫以後，你本身嘅身體來講叫運作嘛，佢運作唔起叫做爆肝啊。所以講伊講頭先講你後生人講冇衰啦，冇條話伊也當衰啊，做事情啊，對你中醫來講你客人
为用要讲咧容易按烧咧，主要讲就讲使用过土啦。使用过土含个膜来做一阵个补充的补充保养的动作去膜做啦。所以你希望讲，太子讲讲，利用了春天时吼，给了个干个容器来补充时节咯。利用了个春天时吼，就做了养生的动作吼，对你身体比较好。好，古早因讲到对一个春天的时节，要做好一个养生的动作，对身体会较好就会。不过呢，迄讲见一个我家来讲啊，吼，都表现出来哦，一个干唔好表现出来怎样的？有乜嘅用嘅针头呀？从气来讲，爆肝来讲，体来讲，佢嘅疲劳，要挡疲劳。你会吃到冻疲劳？冻疲劳、冻缺，再过来嘅心情要唔好。心情要唔好。你讲到也春天用干啊，第一，谈工作要维持好嘅心情。唔过你讲超过时间的工作嘅使用来讲，对你身体一天会心情唔好。为何呢？因为你头先讲呢，肝是你神经系统嘛。错。哦，你神经系统长期都按你本期跟做些无休息以后，你嘅神经系统就超过使用啊，所以心情一天会唔好。哦，按样是古说啊，迄讲肝唔好表现出来嘅，就係心情會不足，心情會唔好咯。也就是講從後來我家嘅一朋友就出題啦，因講到一部分之外啦，當然心情也就動重要嘅。迄講一部嘅時候心情一唔好嘅時節，因絕對上看啊，係咩講啊？一部嘅一講日產咪接有一個我家嘅前見嚟，嗬，也就講到一部分，頭先咩要留，頭先咩要講到可以一個留是一個係無共樣嘅，嗬。一講到日下天時，你講春天面啊。後外面啊，春天的天時啊，是從後外面來講，從生年的共用，也變化動極一下就變咧，嗬。就講天時不如講春寒春熱，一下冬冷，一下又冬熱咯。從按樣嘅一隻天時來講啊，當上愛來提嘅，就講一時間講，你講愛食茶呀，係講到一個水分各方面嘅補充，係當重要咧。因為咧春天時嗬。都啲冷天時過來咩？錯。所以上時吼，佢嘅溫度吼，唔係講以溫天啦。上時佢較熱啲嘅，唔過佢因為佢做冷天來，所以佢冷嘅影響吼，對咧春天來講還蠻減少嘅。所以上時呢吼，山啊木馬做好以後吼，佢這個冷多啊。哦，講到也就係因為天時變化安泰，有啲朋友都啲講。哎呀，天時出去嘅時間暗熱，佢都想講，我係愛做黑道嘅，也係我家帶兩學日條，都冇天窗，都看唔到，很難調整。我是到上吼，本我個人嘅經驗我今年我多帶兩衫，冇俾冷到，因為春天時候冇俾冷到，冷到以後你嘅容氣就較減少咩。所以講哦，春天時雖然講吼，佢冷到嘅機會較大吼，我漸時佢就容氣。補足以後吼，天白冷到嘅機會就比較減少。按樣顯吼，好古早一個春天嘅時節，就愛預防一個冷到，因為天時變化動態。像按用預防冷到上班，大家就講，一個春天嘅時節，身體較中旺嘅時節，你講容易中旺咪吼，一時節係咪愛一個水分嘅補充，就愛較必要咧。因為吼，你人體吼。有80%嘅水分吼，尤其嘅啲腦部吼有95%嘅水分啦。所以講啲嘅水分嘅補充吼，冇本減少，而本佢又拉來吼。所以尤其吼，伊春天時吼，嘅容氣這個生起來時就見個水分來自養機吼。所以講你平常時吼，嘅水分嘅補充吼冇減少。我估所有嘅平時嘅一隻水分補充到冷天時節，冷天時節可能睇個天時寒哦，佢嘅水分就較少。對日時節，愛要 keep 一較多嘅量啊，係很用嘅。差唔多比一般時節較多條來食較好。哦，按樣係咯，估做春天啊，嗬，應該一個養生嘅部分，日食茶咩同重要哦，嗬，再過來啊。係講嘅食茶唔係講食。唔係食嘅茶米茶，係食一般嘅拍水啦，拍糖水，嚇，都講冷滾水也係講
就係講溫水嘅意思啦，吼，潤燥啦，嘛記得好多係咁講。來說啦，唔好講食了咁嘛，伊當然講嘅食茶都食嘛個茶米茶。其實唔係哦。好，亦都係食茶，唔係講食呀茶米茶提倡大家吼。再過來咧，呀食茶吼，講到要補充咩吼，要滋養咩吼，應該身體將會好嘛，嚇個促進伊嘅代謝各方面。再過來，應該春天嘅時節，大家都講哦，一個一年四季啊，用神嘅方法係無共用嘅。對呀，春天嘅時節，應該色彩嘅部分吼，應用嘅來說咧，要注意嘛嘅。因為吼，你春天時啊，中醫來看是較強嘅色啦，較綠嘅色啦，吼來說。一般來講，你嘅蔬菜啦、菜類豆啦、水果類豆吼較強，因為看嘛，春天時吼，佢嘅你嘅樹啦、草啊較強啊，漸越來越強啊，所以你倆春天時吼，對倆。食嘅東西較強嘅較好，較強一個較強色嘅，較強色、較綠色嘅，綠色嘅，比如講你嘅青菜，或亦都按做啲食一下時節要出嘅青菜，嗬，咁樣來食係一定好嘅，嗬。所以講一下時節要出嘅青菜哦，嗬。其他唔對時嘅東西，你就盡量唔可以食嘅。唔對時嘅食物來講，佢一定係冷凍嘅東西啦。哦，見到冰箱凍起咧，冰過啦，你係嘅技術動發達啦，你科學動發達啦，你唔當佢嘅食物來講哦，佢生產凍多以後，佢會保存啊，不用冰箱啦，你係變得多咧，時時咧拿來食啦，唔過佢營養方面吼較唔好啊。嘅魚咩較唔好，你中醫哦，當關心啲魚啊，嘅水果咩有魚啊。所以也介意講嘅能量啊，你講春天時嘅東西，佢嘅得到春天時嘅能量啊，哦，你嘅天時嘅食物都得到你嘅天時嘅能量啊，所以講東西變過以後，保存久了以後，佢嘅能量會消失啦。所以你食東西要注意講，你食嘅東西咪講魚米啦，你營養以外，還會講補充到啲能量，魚按落魚。好古所一個能量啦，嗬，應該最講係補充一啲嘅氣味，嗬，都頭先咪提到嘅，嗬，一啲嘅腦部啦，還有一個係個神經嘅部分，嗬，一定要全部一嚟照顧好啦。應講到話，一個乾氣，到到春天嘅時節，像按用來說，頭先講到食茶啦，嗬，食應講灌水來講啦，嗬，下個食一個青菜一條，嗬，要青色嘅部分一條嘅青菜按用做一定好咧，嗬。即係人講乾氣啊，有啲講嘛，乾氣唔拉一樣嘅係嘛。種乾氣係嘛嘅，按用嚟去補充。乾氣先，你中醫講吼，乾吼對了一般人哋講啲乾瘡來講吼，佢係人體最大嘅化學工廠。係。呢度東西哦，都會分解啦，結合以後吼，本嚟人體使用吼。啊，中醫都講吼，乾之外，佢嘅安排嘅血脈嘅通透，第一隻。聽伊講，伊乾本身有抗血。係啊，再過來講吼，乾本身來講吼，佢嘅有能量。所以講，按你中醫來講，對呢個血來講，乾血要補足。補足來講，按你用呢當歸嘅食物來補充佢。哦，補充以後，佢能量有生產以後，再會製造了血。所以按你中醫講，乾血是有血咯。係。伊太一個太乾瘡之外吼，佢要遇到血，有血以後，佢才會製造一太多嘅東西啊。哦，亦都係講營養啊，吼，按現成嘅營養，將做得來，所以講傳送過去啊，吼，將做得滋養到按你身體咧，吼。講到一個春天愛用乾，吼，亦以外呢，還有呢度嘅，應該愛注意嘅，應該春天當中如果有啊過敏啦嘅問題，所以過敏有呢度應該係添增來啦，頭先譬如來講到成都有位來去看下聊下來。